撒冷的人是安怎？简单你一个毋知。耶稣问因什么代志？伊甲伊讲，那些个人耶稣的代志，伊是先知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真有权能。阮的祭司长甲领袖，甲伊送去，互人判死刑，定十字架。伊就是阮所在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。毋若安尼，即个代志发生到今仔日，已经第3日啦。搁阮中间有几来富人人，互阮真着惊，因天铺光就到梦里，毋过找无耶稣的遗体，因转来报告，讲有看到天使出现，甲因讲伊搁活啦。阮中间嘛有几来人去梦里，看到的代志，逐项甲富人人所讲的拢相款，因嘛无看到耶稣。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哎呀，恁哪会遮尔戆，心哪会遮尔钝，袂相信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？基督敢毋是应该着受遮的苦难，才入伊的荣光？”耶稣对摩西甲众先知去，甲因解说圣经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。伊得要去到所要去迄个庄头，耶稣哪亲像要继续行。不过因两个强强甲伊留，讲日头已经落山，天暗啦，请甲阮住。耶稣就入去甲因住。耶稣甲因坐倒的时，提饼感谢，然后擘开，分互因。因的目睭开，认着伊，伊忽然对因面前消失。因就互相讲，伊伫路中甲咱讲话，甲咱说明圣经的时，咱的心敢无亲像火在倒？因随时出发，倒转去耶路撒冷，看到迄个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，伫讲主真正过活了，伊已经有出现，互西门看。迄两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，甲耶稣擘饼的时，因才认到的伊的经过，拢甲因讲。以上圣经，请即时学了，请信歌队。因今仔日要学了的诗歌是用学了的心，用学了的心。
敬德，咱请吴富林牧师，伊今日要传讲的信息是心力，心力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伫咱所同行甲同伴的路人，随上咱身边一定有人会互咱受感动，甚至会甲伊分享下遐的人。我嘛毋望咱的生命中会当时常为遮个伫咱生命中上帝所安排的人，会当有时间甲伊讲一点仔温暖的话。所以，即时我嘛要先邀请你跟甲你边仔迄个人就好，边仔迄个人甲伊讲一点仔温暖的话。你边仔若无啥物人，不要紧，远远甲伊拍一个招呼嘛会使，好无？请甲边仔的人讲一点仔温暖的话。若边仔无人不要紧，会当甲伊使一个目尾讲真欢喜，表示讲真欢喜有你伫我的身躯边。其实咱毋是活伫一个孤岛内底，一个孤岛，咱是活伫上帝所爱咱所伫地的所在。所以，请将这份温暖、甲疼去分享，互咱生命中遐要紧的人身躯顶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知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。当你甲阮做伙伫地时，阮就有气力，阮就活命。求上帝帮助，互阮甲各我的主做伙相见，对各我的主领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甲气力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一群妇女伫主日的透早坟墓中，拄着天使咧对因讲：“伊无伫遮已经过活。”当这个传闻亲像新闻共款，真紧就探夜去到军队耶稣的人身躯边的中间。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4节就安尼对咱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昔日，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，叫做以马忤斯。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，因伫路中互相咧谈论所发生隆重的代志。以马忤斯这个所在大概距离耶路撒冷东北的所在约11公里。这是一个真细的庄头，但是即摆找无啊，即摆找无，所以只会当差不多知影讲，古早时阵应该有一个庄头伫这个所在。路加福音24章15节到16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，耶稣亲身行活来，甲因做阵行，因看到，毋过袂认得。新学家对这个袂认得有真侪讨论，因为耶稣的门徒呢，耶稣的门徒是甲耶稣是遐尼亲近，太即时认袂出耶稣。那安尼是迄个国外的耶稣生做小可无啥共款吗？还是因为耶稣受审受死，来着惊跌到心内底，搁伫这个惊吓内底，所以认袂出伊吗？这个亲像主耶稣家己受难的预言，对当时还未准备好的门徒来讲是稳重的。直到因后来咧回想的时阵，才真正理解讲，当时耶稣是安尼讲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袂认得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新学家咱讲，这可能表示这2位门徒
也未备办好接受主耶稣搁活的启示。对因来讲，即时搁较熟悉的人行活东行，上帝嘛会互因认袂出。总是不管安怎，因就展开这个对话。路加福音24章17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问因：恁哪行哪底议论的是啥物代志？因就停落来，满面忧愁。这两人拄要转去因兜，因所讨论的必定是因心内底迄个大事，就是主耶稣受定来死。所以因转去因兜，毋是迄种欢喜快乐，而是满面忧愁啊！满面忧愁，规个面拢忧甲甲，表示啥物货？伊的毋望、希望破碎。路加福音24章19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革流巴，因伊讲，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，对外地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是安怎？敢答你一个毋知？原文也通另外翻译做：啊，你是迄个耶路撒冷的人客内底，阁毋知发生啥物代志的青训人。革流巴的应答，拄拄回应了路加福音。路加咧写这本福音书内底真要紧的一个重复的主题，叫做迄个心为上帝差遣要紧的人客耶稣。人看伊，阁亲像青训人。伊虽然是伫银墙内底，迄位路加福音第1章13、20、迄个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，伊是至高上帝的囝呢，总是人却认袂出伊是啥物人。这两个门徒所讲耶稣的代志，差不多完全正确，就是安尼。因的财物却无法度互因有信心。因知哦，总是因知无法度互因有信心。路加福音24章24节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阮中间嘛有几若个人去望你，看到的代志，逐项甲妇人人所讲的拢相款。因嘛无看到耶稣。当主耶稣搁活的传闻传开，搁有其他的门徒嘛去看，总是耶稣无伫遐，因无看见伊，所以这两个门徒犹原心内底充满疑问，因无信心，直到因认袂出因眼前的人就是耶稣。实际上，对这两个门徒，或是其他的人来讲，主耶稣的死，就是一切的终局无奈的完结篇。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6节，刷落去，咱听到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哎呀，恁哪遮尼戆，心哪遮尼钝！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话，基督兼毋是应该着受这个苦难，才来入伊的荣光嘛？”咱随常来到这个记述第一个歌风，对咱来讲，差不多对所有的人来讲，拢是安尼。死亡那亲像是人生命的终局。诗人艾略特，这出名的诗人，伊捌安尼写，伊讲：咱所惊的毋是死亡本身，咱所惊的是死亡了后所发生的代志，就是迄个未知。
莎士比亚的笔下，真出名的莎士比亚的笔下，哈姆雷特，伊捌想着讲伊要自杀，总是伊后来决定无安尼做，是因为伊对死后的未知，我毋知影死后我会拄着啥，来感觉惊吓。所以哈姆雷特伫迄个剧中的台词是安尼讲，伊讲死亡是迄个袂捌有人去搁转来的神秘异乡。总是这毋是基督徒的相信。假使咱即群相信伊的人，搁受绑伫死亡，就是终极无奈的想法。那安尼，主耶稣要对咱讲：戆人啊！你因迄粒的思想相信正确事物的心，走去倒啊！圣经敢毋是讲过，基督应该受苦？主耶稣嘴内的应该就说明一切。耶稣需要受苦甲死亡，总是这毋是终局，是开始。一切拢是上帝的工作甲救赎的计划。伊的受害毋是悲惨的结局，颠倒成就上帝的心意。路加福音24章27节刷落去，就描述伫迄个路人，因安那讲，主耶稣安那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，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。主耶稣根据犹太人传统的经典，对伊的门徒搁讲一遍。主耶稣的作为咧对咱讲，咱看清先知的话，才是做门徒真正的问题。因为耶稣伫行耶路撒冷的路人，敢毋是侪摆有言家己要拄着的代志嘛？总是伊的门徒呢，伊的门徒选择的是看清，就是毋信。所以门徒这个门徒的问题，检查搁指所有军队伊的人，咱若只有要相信咱家己上要相信的。咱若只有相信，咱若只有听迄个咱家己想要听的，那安尼，咱有的只是一对盲目、无看的目睭，甲一粒真钝的心。路加福音24章28节到29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得要到所要去的迄个庄头。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，不过因两个强强甲伊留，讲日头已经落山，天暗啦，请甲阮住。耶稣就入去甲因住。虽然耶稣是青云人，总是这两个门徒游玩照当时接待人客的习俗，因的习俗就是迄个。那青云人嘛爱接待，所以因就邀请耶稣住落来。迄暗真自然，因爱做伙来用餐。路加福音24章30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甲因坐倒的时，摕饼感谢，然后掰开分予因。这是这个记述第二个高峰。伫路人，当耶稣挽近门徒，因看袂清楚，伊是主，认袂出伊。这个对咱讲，检查咱爱真正听见上帝的话，听见耶稣解说圣经，搁爱甲伊做伙用餐，咱的目睭才拍会开。这项事，这个技术也后来成做普世教会咱举行圣餐的源头。耶稣对一个青云人教授邀请，成做人客，
上尾，伊要成做咱性命宴的顶头的主，因为咱爱知迄个掰开伫宴的分饼的，迄个是主人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叫做人的性。是有可能，伊本来是伫路人甲咱做伙同行的青云人尔。假使咱也愿意邀请伊来咱的性命做人客，然后呢，上尾伊会成做咱性命宴桌顶头的主。咱也愿意伫伊的话甲圣礼内底，真实甲伊拄着，都会亲像这两个门徒。路加福音24章31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的目睭开，认着伊，伊夫人对因面前消失。主耶稣伫遮所做，更加重复了，伊伫最后晚餐，甲12个门徒做伙食饭的迄个行动。当时，伊伫迄个最后晚餐的时阵。伊安尼有过，路加福音22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甲恁讲，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，我绝对袂搁食，因为安尼每一遍属主的群体，当咱听见圣经，搁那听见上帝的话，举行圣餐。来纪念伊，圣神会互咱拍开目睭，认出是伊，是伊咧讲，是伊咧甲咱做伙用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拍开目睭的时，迄就是咱的上帝国的时刻。路加福音24章32节，刷落去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就互相讲，伊伫路中甲咱讲话，甲咱说明圣经的时，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在倒嘛。我到现在伫鹿野教会、中乐教会、牧会、但会说牧师，是做伙写新眼光读经的同工，也是好朋友。两天前。对，伊写伫 Facebook， 伊写一个故事，伊安尼写，伊讲拄做传道的时，我伫新北市的双溪教会牧会，当时教会内底只有一对小家庭仔，主日学就只有2个囡仔，为着要吸引社区的囡仔到教会，我就开设逐种儿童才艺班。将我规身躯会当做的功夫，全部拢无牛使马发挥出来。什么会叫无牛使马？咱怎知？迄个我都无啥会，总是都无法度都无人啊。我只好就聊落去，迄叫做无牛使马啦。伫双溪教会4年的期间。每期的才艺班拢有固定10几个囡仔参加，因也成做周末儿童营的固定学生。伫才艺班的囡仔内底有一对住伫隔壁村的家弟仔，这对家弟仔的父母毋是基督徒，总是不管我开什么班，因拢会互囡仔来参加。每一遍下课了后，这对家弟仔拢真无想要敲电话。互父母接转去，一定爱赖伫教会一段时间才肯敲电话。原来这个小弟真爱食团德所煮的鲔鱼面线，所以有时阵我就规去，互因食暗顿了后才转去。这个姐姐是一个成绩真好、真敖讲话的囡仔。弟弟就亲像天兵同款。这个姐姐高中了后去到金瓜石来就读，因为需要带校。然后会说牧师无偌久以后也离开双溪教会。
无想到，伊说的安尼写，时间过26冬的今暝，这个姐姐26冬，这个姐姐突然用 Facebook 甲我联络，伊讲即礼拜要来鹿野看我，然后阮开工1点钟，我问伊讲你敢有受洗？伊讲我已经受洗啊。我问伊讲你受洗偌久？伊讲伊博士班毕业了后才受洗。我问伊讲是安怎博士班毕业了后才受洗？伊讲因为伊想要找细汉带伊信耶稣的牧师帮伊洗礼，总是拢找无，所以伊的教授就请伊去伊的教会接受洗礼，对伊讲会当洗礼后才来找细汉的牧师。就安尼，延前真久，到博士班毕业了，才接受洗礼，然后伊就走来找细汉带伊信耶稣的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生命中有真侪选择甲见面，当时的咱其实毋知影是安怎，总是就亲像作家杨斐利伊捌安尼写，伊讲无人拄着耶稣了后，阁会当坐好势，保持原状。当时上帝实是伊所请的天使，在陪咱行迄条路的时阵，咱会听见伊的声音，咱会甲伊做伙食饭。当时的咱检采无啥知影，迄时的咱，总是当咱事后回想的时，咱心内底哪亲像火在倒的热，以及温度。会互咱一直会记住，迄就是有上帝伫地的所在。迄就是我要纪念伊，甲我做伙伫地的所在。时间若到，咱无做出改变嘛袂使，咱会因为这个新日来改变，也因为这个新日。互咱有信心，互伊找见，用听来相伴，甲人做伙行。我相信，当人真正拄着国我的主耶稣的时，绝对坐袂牢。作家布耶赫纳对耶稣国我了后所有的献身，是遮尔平凡，感觉真着惊，因为伊讲。天顶也无天使咧唱歌，耶稣出现的时阵嘛无真远的博士来献礼物，伊伫真侪平凡的场合出现，伊伫一间真封闭、拢关好好的房间出现，伊伫甲2个人做伙散步的迄条路林出现，伊伫妇人人。坐伫园内底咧哭的时阵出现，以及伊伫湖边掠鱼的遐个讨鱼的人的海边来出现。伫这个事件内底，国我的耶稣上特别的代志只有一项，就是国我的伊，哪亲像享受一只鸟仔迄款的自由。所以，咱才会看到水无去。主耶稣知影，会剩遐个无看见伊的人，就亲像现在的咱。伊知，所以需要遐个真正看见的人去展开行动，就亲像这2个门徒共款。路加福音24章33到34节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这2个门徒所做的代志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随时出发，倒转去耶路撒冷，看到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，在讲主真正国我啦，伊已经有出现，互世人看。
主耶稣上特别的所在，搁我的主上特别的所在，是将一群完全无可靠的军队者，变做啥物拢毋惊的传道人。即在伊的使徒伫耶稣顶十字架的时阵，因行到拢离弃杀伊，总是当伊搁活了后，因却一个一个徛出来，伫众人的面前见证即位死搁活的基督，甚至成做顺道者的行列，是这个少数的见证人，因一时离开耶路撒冷，总是却无顾一切，就转来到耶路撒冷。只是因为因记得伫遐个路人咧行的时，心会回热。因相信，因为安尼，我不得不爱去讲发生伫阮身躯顶头的故事。就亲像路加福音24章35节，上尾即节安尼对咱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迄两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，甲耶稣在爬饼的时，因才认到伊的经过，拢甲因讲。伫咱人类的历史顶头，不断有人挑战国我的主，真侪人认为国我是神话，是笑话。更较侪人想要找证据去证明，或是反证、反对有国我的主，总是就是上有才华的人，因看到所有的证据，嘛无的确会相信。实际上，当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边仔的人敢毋是挑战伊讲，爱伊对十字架顶头落来？来证明家己嘛？可见信仰毋是有够硬的证据，有100%的把握，安尼才有够。实际上，信仰完全毋是这样代志。咱要邀请人相信，就是代表有互人弃绝、受拒绝的可能。所以信仰。就爱亲像主耶稣咧回应多马的时阵，伊所讲的即句话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愿咱做伙来成做迄个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虽然无看到。总是咱伫咱的性命内底，真正知，伊就亲像一开始的青训人，咱也愿意邀请伊入来做人客。有可能一开始做人客，总是上尾邀请伊做咱性命的主。那安尼，咱就会成做迄个有福气的人。因为伊要甲咱同行，迄时咱会听见，甲伊同道，咱会感受到迄个心的火热，然后咱会愿意爬起来，去向人见证讲，主个人个我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相信你个人个我，你个人个我。伫阮的生命中，帮助阮，互阮是阮的生命中拄着有时阵要放弃、要死去的时阵，主求你搁我的神就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见着知你是搁我的主，你是因带阮、互阮会当对死人中搁我的上帝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有这款的信心，对头到尾仰望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
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三教来吟回应的信息，信息第581首，信息第581首，救主耶稣万福本源。现在请起立吟全首。救主耶稣，万福本源，困求阿乐，请称赞。主赐恩惠，为我天赐，大声吟诗来赞美。热心阿乐，拢无西天，河海下音跑天顶。上帝听他恩惠极大，应该感谢，拢无线。时时刻刻纪念主恩，做主路沿那阮困。受主保守，直靠现今。愿我为听主声音，我若行到危险路途，耶稣引带伫路，主老保惠，救我心灵，救赎带我到天顶。我受恩爱，极大极深，每家日水别我心，对待以后，赞我心正，一心听主受改名，离开失败，黑暗高界，人因永远。伫徛在，困求我主，认我的名，甲主应定伫圣城。请坐。奉献，这是咱请李正义执事、苏依玲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，三教来吟奉献的诗。
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生活中丰丰富富的供应甲看顾，阮求圣灵甲阮三角地地，互阮常常会当领受你持续的恩典。阮也为着家己领受的恩典，献上阮的感谢。愿主悦纳阮的奉献，也求主引带阮善用正人的奉献，伫上帝欢喜的时光，阮同心愿意的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报告，伫还未报告的代先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伫顺序单的上头前遮。我读一句，请兄弟来做伙读两解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恁着看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”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请耶稣甲伊讲。你着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20章29节，耶稣甲伊讲：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请掀开周报的第一页，第一页是。学习内容甲周间的聚会、主日学聚会、教育部的课程，请兄弟来注意家己的学习时间甲日期。第二页是小组的聚会表甲奉献的明细，奉献的明细留顶台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请掀开周报的第3页，消息报告。下主日。5月7日，请为着青年时光纪念主日来代祷，关心甲代祷。第2点，5月份伫月中集长老是简成，执事是吴文玲、黄志辉两位执事。第3点，5月份定期中集会伫第2场的礼拜结束后，伫701教室来召开。请各部将要报告的资料交予办公室来回诊。中集会后，线开小会，也请小会员来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：儿童主日学师资的训练培训，已经是伫4月份已经开始啊。伫每礼拜的第3主日12点半到3点，地点伫9楼的主日学的教室，总共有8堂的课，课程的内容，请兄弟家己来看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林凤玉姊妹安歇主怀，定伫5月3暗时7点半伫罗德区南坎路1段140号4楼之一举行家庭安慰的礼拜。5月7日下晡1点半，伫桃园殡仪馆的怀德厅举行追思的个别礼拜，请咱为着遗族来关心甲代祷。教界消息：新德中会总务部教会行政事务演习，时间伫5月7日拜六。地点伫公园教会，对象是牧师、传道师、中职甲教会的同工，费用是1人100块。伫个遮有补充报告，白月2班伫今仔日礼拜结束，伫10点半伫8楼。好，周报敢若写了有订单吼，所以是伫10点半伫8楼吼。开始上课是课长长老要为咱大家来上课。以上的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。我特别爱多谢课长长老以及伫咱中间开查经班的美智老师。毋望咱会当伫上帝话
以及透过白话字来学台语，讲台湾话，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咱也透过这学习，真正更较了解上帝伫咱生命中，伫咱的生活内底、文化内底所要教咱的代志。第二项要邀请咱大家来关心，特别为着洪玉姐来祈祷，为伊的灵魂祈祷，为伊的遮的遗族、遮的囡仔来祈祷。我有问过，伊有可能伫咱的教会出入，可能是超过15档以上，无伫咱的教会吼，所以爱伫咱的教会爱有资深的兄弟姊妹，还会认捌伊啦。所以我知影咱中间有的人有认得伊，爱真资深嘛吼，可能有超过15档，可能啦吼，可能。总是过去的伊伫咱的教会有真活力的参与，伊嘛参与圣歌队。当然后来因为破病的关系，伊后来真久的洗腎，咱求上帝特别怜悯，也固守扶持，甲因的囝儿。甲因的遗族做伙伫地帮助扶持，咱会当假使若有机会，嘛会当邀请咱大家来做伙参与，来关心这个家庭。这是第二项，第三项，我对顶礼拜就开始邀请咱大家会搁加一项。我讲做基督徒其实爱有三合一，迄个毋是啉咖啡吼，三合一。三合一的意思就是一礼拜参与一场礼拜。一个团契也是小组，一个服侍。咱毋愿透过这个过程，求上帝也帮咱扶持，互咱记得咱是伊的囝儿。上尾一项会邀请是邀请咱来做伙月定奉献，免10分之，总是咱学习月定奉献，是知咱有的毋是咱的，咱有的是上帝的赏赐。咱透过安尼。来感谢伊，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上营信息第392首，信息第392首，俄勒上帝万福本源。现在请起立。上帝万福本源，地就万民在下天赞，天天圣赛人大万岁，阿拉伯家圣是上帝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。祝歌。
电压灭倒。平安礼，请兄弟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。